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进的府门？你给我出！哎，不是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叫人拿下，送官衙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叫人。夫人的簪子还挺漂亮的。你干什么？姑娘若是求财，把人放了，一切好说。我不要钱，只要命。刘先生的名声这么大，不如借命一用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哪来的怨仇？你我并无仇怨，可我和北凉不共戴天。在下与北凉也并无干系呀。徐之虎是徐骁的女儿，那你应该去卢府杀徐之虎才对啊。卢府戒备森严。再说了，卢家还有一个唐西剑仙卢白洁在。我也把徐之虎当做自家晚辈的。姑娘要杀徐之虎，确实不容易。女侠，你要杀的是徐家人，我可是姓刘啊！如今江南谁不知道？你和徐之虎面间情热，杀了你，让他也尝尝心痛的滋味。姑娘，那贱人虽然痴缠外子，但外子却对其嗤之以鼻，并无什么奸情。夫人怎么不跑？夫妻本同命，我怎能弃他而去？这么好的夫人，夫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与那徐之虎并无牵连，还对其厌恶有加。你对他什么感觉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喜欢你，所以杀了你，他一样心疼。姑娘饶命！女侠饶命！闭嘴！娘子救我！姑娘，我与宫里贵妃乃族亲，姑娘行事可想想后果。报仇的人不会想这么多。哎，等，女侠，我能帮你杀了徐之虎啊？怎么个帮法？那荡妇对我贼心不死，我约他私会，他定然会赴约。这浑人叶堂，我这就写信约徐之虎出来。你看我守护夫妻之礼，怎会逃脱呢？啊！也对。哎呦！你们可以逃走，也可以大声叫喊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不敢，我寻笔墨。接下来的话，不能让他听到。什么话？我和徐志虎之间真正的关系。多谢大小姐。不必多礼，能见到北凉府里来的人，我心里高兴。坐吧。其他人也都安排好了住处，你放心就好。哎呀，只是凤年，他应该先来见我呀。世子也是听了传闻之后，想要亲自去看看。我和那琉璃亭之间，并非坊间所说的那样。怎么说？是你在纠缠徐之虎？确实如此。每逢徐之虎出门，我总会找机会偶遇，送诗文、赞美色，各种手段用尽，也算是费尽心机。换做其他女子，总会动容，可偏偏这徐之虎铁石心肠，始终将我拒之千里。那报国寺呢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也是一片痴心。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
然后呢？他没瞧见我抓人衣袖，我当时随机应变，斥责徐之虎不守妇道，屡次纠缠。你反应倒是挺快的。也是无奈之举。之后呢？那次还是相信我，一气之下动了手。你还敢还手啊？待我刀兵还治刀兵，北凉人向来如此。所以，我和徐志虎之间并无情谊，他对我恐怕只有恨意。女侠如果要杀我，他并不会心痛。还是不对。既然是你纠缠徐之虎，那他为什么不出言反驳？这点我确实也想不明白。或许是他孤傲清高，不屑解释呢。那个琉璃亭素有闻名，而我呢，出自北凉，江南人把我们北凉人当作凶魔疯兽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我说的话吗？那卢家呢？你毕竟是嫁过来的，他们对你应该不一样。说是嫁人，其实就是卢家和北凉的交易罢了。交易成了，我也就什么都不是了。要不当初怎么会找一个快要病死的娶我呀？小姐，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能用我自己换来北凉的盟友，我觉着挺好。我是说，您和琉璃亭的传闻。不认识的人毁我谤我，与我何干呀？我根本就懒得争辩。世子一定不会误解小姐的。我知道。他呀，怕是为我出气去了。空口白话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刘宝可以对天发誓啊！啊？卢家在江南什么地位？你能比吗？这个比不了。那你为何还要纠缠徐之虎？她虽是寡妇，但她也是卢家人。你和她传出这些闲话，不就得罪了卢家？徐之虎确实美貌，所以我对他都……为此，你就用你的前途冒险？你觉得我能信吗？这解释不清了。我看还是杀了你算了。女侠到底和北凉结的什么仇啊？你倒盘问起我来了。有些事儿，我要不知道女侠的身份，我死也不会说出口。告诉你也无妨。我是楚国公主。西楚王国公主。你就让我每天弄成这样，在府里走来走去。你还想走来走去？这是卢府，你就躲屋里别动了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？总比丢了命好。有我在，他的命不会丢。多谢前辈，有前辈护佑，我就放心了。是徐凤年叮嘱我护着你，要谢他吧，小丫头。谁要谢那家伙？老头，怎么了？我的神符呢？那个是我借给你的，你给弄丢了。小点声。是徐凤年那个小子刚才借走了。我的匕首，他凭什么借？
见神符做什么？这把匕首，认识吗？西楚传国匕首，神符。你倒是认识。史书记载，此匕首可换12trận。这等宝物我有所听闻。你真的是西楚公主？你活到现在没有死？你希望我死了？哦，不敢不敢。那我知道了，徐骁灭了楚国，公主因此要和你所当然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听闻徐凤年快要到江南了，公主此时出现，我难免有所疑惑。我这次来江南，就是找机会杀了徐凤年。你不过就是个天头。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也是与北凉为敌啊。按我的想法，卢家最好能对他动家法，到时候死了都有可能。只可惜卢白洁一直护着他，不过没关系，他们现在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如果能确定徐凤年的行程，有我和徐志火的传闻，他定会单独接火。到时候公主出手杀了此贼，对你来说是报了国仇，而对我来说呢，就能彻底毁了卢家和北凉的盟约，两全其美啊！厉害啊！真不愧是读书人。信是谁写的？你又是谁？晋兰亭，没听说过。翰林院庶吉是这么多，世子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。张巨鹿，还是别人？不好判断，不过这手段倒是阴险。这个晋兰亭回头得好好查查。你刚才做的不错，但还是有破绽。他说他受京城指派时，你不应该这么轻易缓和下来。楚人恨徐骁，更恨黎阳皇室。他说他夫人跟皇室贵妃同族，你态度要更强硬，才符合扮演的身份。我哪有世子这么深的心思呀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徐凤年，刚听说你要杀我，这倒没什么。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，这就到我底线了。待我刀兵者，还以刀兵。琉璃亭是你自己选择，给你带来的终局。来人呐！世子，他怎么办？他打过我姐一巴掌，我姐也还了他一巴掌。这事儿，就算跟他没关系了。就这么放了？要不杀了吧，顺手的事儿。做人做事儿，还是要有点底线。这是要把刘大人绑到哪里去啊？这是干什么事儿？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？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，并无伤亡。好。怎么把嘴堵上了？拿掉！救命啊！北凉世子徐凤年要杀人了！喊，接着喊！徐凤年动有私心，黎阳城王法何在？天理何在啊？没错，我就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诸位，把这名字给我记好了。兄弟，你不能杀我。你要杀人，人便杀你，这就是天理公道。我知道我错了，我愿意投降师傅门下。最后一点骨气也没保住，走，回阳城。走。徐凤年！徐凤年！徐凤年，你把我放开！徐凤年！你刚才还说芦苇荡刺杀遇险，
这会儿李建神也不在身边。此去江心郡，世子是临时起意，不会遇到刺杀的。可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他，他身边护卫众多，都还遇到刺杀，那黄门孤身去了龙虎山，岂不是更加艰险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必能自保。在神力中也是人。我当初还以为，只要我嫁过来江南，他们几个就能安稳地留在北凉。没想到，姐弟4个到头来，还是天各一方。小兄弟，请问这是龙虎山吗？嗯。请问上山该往哪边走？哦，多谢。你在看什么？等山楂。山楂？等山楂熟了，我要留给我哥吃。你哥是谁？这是我哥。你姓什么？徐。哦，你是徐龙象。嗯。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，这大概就是命了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老大师，咱们打他吗？三千红丝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晚辈也是奉命来寻人，还请天师通融。你刚才想动手？误会而已。给我徒弟认个错。在下一时糊涂，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了吗？这是我衣钵传人，你弯个腰就够了吗？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算。要不，我磕一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名后辈，不足挂齿。你走吧。多谢天师，多谢小王爷。能屈能伸呐，新一辈又要出人才喽。老道士别怕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打他。什么老道士，老道士，你得叫我师傅。老道士师傅。哎呦，行吧。相公，相公，夫人。这刘先生已经被马拖走好一会儿了，带头的那个自称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刘立亭有大人，这刘大人被谁拖在马后边？狮子，小心！
又闯祸了。你好像瘦了。姐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凤年，凤年，凤年。上柱国好悠闲呐！哟，寒雕寺，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？前几日不在京，上柱国莫怪，这不，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。天下宦官之首，给我问安，当不起啊！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。怎么？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？怕是赢不了。这么些天，他一盘棋没输过。这难道还能救啊？他呀，赢了才往下下，要是快输了，他把棋子儿全糊了了。这棋品可有点无赖。哼，何止棋品呢？棋品如人品，啊！世子倒是得了上柱国的真传呐。我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？江南密报，上柱国请看。哎，既然是密报，我就不看了。事情不小，上柱国还是看看吧。我现在已经老了，啊，眼也花了。你说给我听听。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亭家中，随即将刘黎亭绑于马后，拖至阳城，把人活活拖死。此事一出，文坛震惊，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。既然人死了，那就把他法办了。跟我说这干什么？第二份密报，可刺客这一动手，反而要护着世子，这是好事，也是坏事。好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，可不敢让你真出了什么事儿。要说咱爹这人徒的名声，那也不是白给的。衙门不接状子，也是卢家安排的。名门士族在江南，那不跟土皇帝一样？有好处，那也得有坏处吧？坏处嘛，就是这么一来，卢家和北凉就走得太近了，在京城那边，恐怕说不过去。二乔是我在路边救的丫头，她不是卢家人。卢家就没几个好人，要不是世子你受了伤，平日连卢炭都不给咱们屋里送。卢家对你这么苛刻？那是。好好换药，别胡说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在这儿过得挺好的。
咱们说正事儿，爹现在在京城，正在替你保住世袭罔替呢。只是如果江南和北凉不起任何争执的话，皇上怎么肯把北凉王位留给你呢？上主国，陛下想看见什么，你该知道。陛下喜欢看什么，我哪知道？徐凤年在江南杀人，可说是凶悍暴虐。可陛下看着高兴，他闹得越厉害，江南文人越恨他，陛下就越满意。你倒是肯说两句实话啊！可这一受伤，卢家小心翼翼地护着，局势就不好看了。哎，要么这样，让陛下下一道旨意。下什么旨意？下旨，让徐凤年杀他几个卢家人，到时候那个卢家跟徐家一定闹翻，这样大家就皆大欢喜了嘛。上主国莫开玩笑，陛下怎可能有这种旨意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哎呀，我传令给凤年，让他杀自己的亲家。徐凤年想要世袭罔替，北凉就必须是孤镇，该怎么做？上主国自己掂量。这棋没法下去。重新来过。言尽于此，告辞。凤年此行遇到福将洪家刺杀，上一代洪家人就是死在他的手里。你说这刺杀跟这个韩雕寺是不是有什么牵连啊？跟你下棋就已经头大了，你何必难为一个和尚？上主国，不过韩雕寺说的也没错，卢家和北凉不闹翻，你要的世袭罔替就守不住，你就没备个后手？下棋啊！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啊，这次啊，就看这小子运气了。要我说呢，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伤稍微好一点了，在卢家找个由头大闹一场，做出个样子来，然后就什么都好说了。徐骁让我来江南，就是想让我和卢家闹翻，但是我没打算听他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卢家。徐骁谋划良久，运筹帷幄，明棋暗棋，可谓把一切变化都算到。但他唯独没想过你的处境。别瞎说。我跟卢家闹翻很容易，他们又不能杀我，大不了我拍拍屁股走人。但你怎么办？你要留在卢家，他们会怎么对你？他们对我挺好的。哪儿好了？除了卢七爷，就没一个好人。你去换盆热水进来。哦。你别听他瞎说，也不要乱想。好歹呢，我也是卢家的媳妇儿啊，他们待我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。你就安心办你的事儿，只要守住世袭罔替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接手北凉。一切要为了大局着想。为了大局就活该让你受委屈吗？这样的大局我宁愿不要。让我跟卢家闹翻可以，我就一个条件。姐，
你跟我走。傻小子，跟我去武帝城也可以，我找人送你回北凉也可以。再不成，我让人送你去武道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姐，你就不能为你自己想想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思了。你先好好养伤，等你伤好了，我们再慢慢聊。好好休息，姐不吵你。小姐，嘘。少爷一来，府里好说话多了。这个月的月例银子，说是待会儿就送过来，比往常快了许多呢。你坐。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帮我叫辆马车，别让府里发现。小姐要去哪儿？去祭拜亡灵。你要去刘家？嘘，小声一些。不能去啊，小姐！你这一去，所有人都会以为你真和琉璃亭有私情的。没事，按我说的办。小姐，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。凤年不忍心做的事，只能我来做。去吧。哪儿叫的马车？车马行，没让府里发现。嗯。你回去吧，我自己去刘家。我陪你去。不行，凤年这孩子聪明，见不着我会问。如果他问起，你就说我给他请大夫去了，别让他起疑心。小姐，不用担心。要不这样，回头你跟着凤年离开江南，省得留下来受欺负。我要跟小姐在一块儿。真是个傻孩子。回去吧。江心郡琉璃亭府上。是。徐凤年受伤了，又没死。你听我说，我想来想去，总觉得徐骁让咱们俩一路同行，怕是不怀好意。万一真要有什么阴谋诡计，就得靠徐凤年了。靠他？未雨绸缪，受伤了看望一下也不费事。哎呀，走了走了。听闻世子遭遇刺客，万幸并无大碍，不知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？世子，怕是睡了。哎。不是受伤了吗？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二乔在吗？你们这个月的月例银子。我们是来找世子的，请问我家世子去了哪里？我又不是这个院里的，我怎会知道？那我们再去问问。见过宰府。徐骁什么反应？说了半天，没句准话。听说儿子遇刺，
也没反应吗？面不改色。哼，什么人土？分明是人精。徐骁费这么多事，就为了世袭罔替，绝不会就此收手。要我看，徐家必定会和卢家闹翻，到时候陛下恐怕真会将世袭罔替保留不变。北凉不能再姓徐。刺杀也落空了。李淳罡在徐凤年身边，那就是杀不掉了。办事的人已经去了龙虎山，龙虎山藏的那位，应该能和李淳罡抗衡。无底潭边钓鱼人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山下有个无底潭？啊，杀个小舅子可真不容易。龙虎山藏了高手，这种江湖事，宰府何必劳神？总之，请宰府放心。一定不会让徐凤年活着回北凉。你明知陛下不愿杀徐凤年，为何帮我？绥靖之策，后患无穷。是这道理。杀徐凤年，北凉必反。然而，当断则断，乱一时好过乱一世。有我在，定能平定风波。宰府真是国之干城，可要说你是一心为国，我也不会信。我不管你杀徐凤年求的是什么，但我先提个醒：若有伤国体，我不会放过。要杀徐凤年，就别拖太久。请宰府静待佳音。还真有钓鱼人。去试试。去江心郡不会这么快，为何停车？
凤年。这也可以。我让宁安梅的凤子营守在卢府前后门，二乔一出来，我就知道了。你伤还没有好，不该自己出门啊。我不出来，谁能劝你回去啊？江南不是只有一个卢家。等我伤好了，找个机会和江南文坛作对，多招惹几家京城一样的蛮夷。姐，我闯祸的本事，你总该相信吧？当然相信。那你答应了，别再委屈自己。我整天追着你跑，我的伤可好不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不让你担心。这就说定了。给我点时间，等我伤好了，闹得个天翻地覆。他是死了吗？睡着了。前辈如何做到的？福将洪家都给了你，韩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是我师父。你就是那个私生的皇子？这您都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此番来龙虎山找我，是为了杀徐凤年。您是神仙吗？为何要杀徐凤年？为国除害。不对，你是想引发天下大乱，趁乱而起，夺取皇座。这是传国玉玺。这是美梦。您能走入我的内心，您真的是神仙。人力终有时而穷，而思绪的变换，却有着无限的可能。繁华山色，春雨冬雷，入眼入耳，终是入心。喜怒哀乐，爱恨冤仇，皆自心起。人心，才是躯体之主，万物之境。我的功法，就是围绕着心智而生。刚才我用这喜印乱了你的心神，随即引你入梦。你在梦中看到的一切，都是你心底无限期盼的景象。都是梦。那这玉玺，假的。也许只有这传国玉玺的名号，才能瞬间破你心房。因为在你心底里最渴望得到的，
就是至高皇座。这种功法，岂不是和天神一般？没那么容易。我要先了解你的过去，猜测你的心思，然后还要找到一个能够乱你心神的契机，才能引你入梦。您了解我？我早就知道你。我听师傅说，您也是皇族。我不会出山。北凉拥兵自重，未来一定是黎阳朝的心腹大患。杀了徐凤年，才能消除隐患。没钓到鱼，我出不了山。钓鱼？钓什么鱼？我帮您钓。好啊，那你就先试试，把那钓竿拔出。啊？这水潭有多深啊？韩雕寺没说这是无底潭吗？无底？那您在钓什么呢？千年雕泥。世上哪有这种东西？您说测人心思、乱人心神才能让人入梦，怎么对他就这么容易？韩雕寺把这些人塞进红甲时，已经抹去了他们的心智，自然容易。您钓江泥多少年？20多年了，还没钓到。按辈分，我该如何称呼您？不用算辈分，叫名字就好。赵黄巢。哎，晚辈可不敢。叫先生吧，总归还是得尊敬些。今日不下棋了？这几日下棋，一直等你开口。既然你不肯说，那我就直接问了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拜托你帮我查一下20余年前，我们家那口子在京城被伏击之事，都有谁？实在是难查呀。是难查，可每次咱们一碰面，你第一句话就会跟我说未有进展。这次来京城，咱俩碰面，杨太岁，你对此事只字不提，刻意回避。查到什么了？具体名单无从入手，不过倒是有一个消息：当年王妃遇伏，有一个人在京城。谁？只是在京城啊，未必参与动手。你说，我来查。这个名字，我迟迟忍着不说，就怕给你惹来祸端。我会怕吗？说说看。先生，您都在这钓20多年了，偶尔出山走走，回来再钓，不是也一样吗？ 20年前与人交手，
功法反噬，如今靠着无底坛镇住心神。若无教你，我一生都无法出山。谁能上得了您啊？还能有谁啊？武帝城那位。王先知，这一步绝了。上主国呀，你没留意杀机暗藏，这局棋你输定了。没救了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棋手最可怕吗？一步失算，料敌先机。哎，搅局的棋手最可怕。不算，重来。师傅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哪儿去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不连胜你3局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你看几天被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呀，来吧来吧啊！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姐，你做什么？卢家门风清正，到头来被你这个放荡女坏了家风。徐之火，你在外面勾引男人，闹得全城皆知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羡慕吗？你这个无耻荡货！可怜呐，你怕是想做荡货，也没人要。我撕了你个嘴！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二乔，让开！放开我！不是要撕了我的嘴吗？请吧。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我就赌你不敢。动不动手啊？书还没有看完呢。卢家娶了你这种女人，简直是家门不幸。小姐，卢家人越来越过分了。你还笑？我当然要笑了。我今天心情特别好。因为我弟弟要来了，这么一算，应该再有2天，凤年就到阳城了吧？终于到了，进城先问问卢家怎么走。世子，要不等一下后面的马车？我先去找我大姐，让他们后面会合。世子，怎么了？李贤梅说他饿了。也是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确实辛苦了。那先不着急，进城找个酒家，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，再去卢家。好。世子，已经去接李前辈他们了。车马慢了些，咱们先吃。也好。
先点吃的，一会儿问路。嗯，好。哎，二位，我听说啊，北凉世子要来阳城探望他大姐。这一个是不学无术，一个是不知廉耻，这对姐弟还真是一类人呐。我听说啊，这程斋先生的夫人将徐之虎骂作是两脚香炉，这件事啊，京城都知道了。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在宫里啊有个娘娘，跟程斋先生的夫人是同族，按辈分算啊，娘娘叫她一声侄女。徐之虎他这般浪荡，他卢家这点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卢家的事儿，说给我听听。我就是在想，徐骁这样的人，走一步他能算10步。他为什么同意我们跟着徐凤年东行？我总觉得我们也会变成他手里的弃子。现在怕也没用，等事情临头了再说吧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不坐在前面那辆马车里啊？见神还打呼噜，吵死我！我也不明白了，那2个小家伙在我边上上蹿下跳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一到李前辈跟前，乖得跟小猫一样？那老头武功高，镇得住他们。所以说，武功高还是有用。当年西楚高手如云，最后还不是灭国了？那是北凉太可怕。国战初时，咱们楚国还是占了上风。我听说杀了黎阳朝不少大将。当年卢家嫡子领军被擒，被父王赐死了。哪个卢家？你说阳城这个徐之虎的婆家，那跟你不是深仇大恨啊？他们又不知道我身份。别担心，前辈。怎么，到酒楼了？卢家就在附近，前辈可以在卢家用饭。我都行，到了叫我。到了卢家之后，麻烦前辈帮我照顾好他家。还有，千万别让卢家知道江离的身份。你不跟着去啊？我要去江心郡找一个姓刘的人。要杀人？要弄清楚，他跟我姐到底什么关系？刘先生和徐之虎什么关系？你们都还不知道啊？是有了私情吗？刘先生是何等人物？文采经世，家学渊源。哼，这大货之前在报国寺遇上了，就没脸没皮的勾引人家才子。刘先生嗤之以鼻，根本就不理睬他的。然后可巧，被这刘先生的夫人给撞见了。这刘妻可不得了啊！听说跟娘娘都是亲戚关系。听说娘娘叫她侄女儿，那可不是嘛？怎么能容得下这种荡妇啊？你们猜怎么着？直接呀，一个巴掌就打上去了，打的是解气。如今阳城人尽皆知，我们卢家有这么一个儿媳妇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当时并非如此。哼，你还想替他抵赖啊？走走走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算了，受委屈被误解，心里自然会很难过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哭。眼泪啊，
要留给心里最重要的人，知道了？嗯。北凉世子徐凤年车驾过阳城，请。打听过了，这里确实琉璃亭的住处。这人口碑如何？都说他文章不错，从小就很有才名。家族呢？刘家在扬州只能算是二等末流氏族。那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卢家在扬州是1等1的名门，家主卢道陵官拜礼部尚书，还在京城兼国子监右祭酒。这等人物，就是张居禄庄家了，也要讲几分情面。可琉璃亭多大胆子，敢惹卢家的媳妇儿？世子，全城都知道，是小姐先动了心，不是琉璃亭先招惹的。我姐何等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这男女之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？够了，真相如何，一探便知。淑修，看你的了。阁下是？在下卢东阳，卢府管家。卢管家好，北凉世子徐凤年路经此地，专为探亲而来。这倒巧了。卢府今日不会客，各位请回，择日再来。啊，我等初到阳城，并无住处。这与我何干？或者卢管家帮忙通报我家小姐。徐之虎败坏家风，有何颜面出来见人？卢管家，无论真相如何，还是麻烦卢管家通报一声。你干嘛？这家伙故意羞辱人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看不过去啊！哎呀，你忘了卢家和楚国的仇了，还往外跑，你不怕他们认出来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谁认得出来？都说北凉荒蛮之地，果真不懂礼数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日不会客，我通什么报啊？哎呦，这魏舒阳也是窝囊，这都不发火。卢家和北凉结亲，那就是天然的盟友。魏舒阳要考虑两家关系，不会乱来的。哎呦，哎呦！这把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别闹太大。这是阳城，这不是你们北凉。北凉行事待人，其实一直都很简单。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卢管家莫怪。开门！快开侧门，让他们进去啊！开中门！开中门，要家主张口才成啊。嗯，我真做不了这个主，要不我去给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了，把中门给我拆了。啊！
来给我吧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了，忙你的去吧。这人就琉璃亭，其他读书人讲究君子远庖厨，他都肯亲自下厨，也算难得。娘子啊，是我。我姐不会看上他。世子如此确定？我姐心里有人了。卢家病死的公子。我姐心里的人在武当山。武当山，那不都是道士吗？去办事吧。来，娘子，尝尝这个汤，我可是熬了很久了。还气呢？那气坏了身子就不好。气死拉倒，刚好趁了你的戏。我实在是冤枉啊！你也知道，是那大妇主动缠我，实在是无妄之灾。那女子可比我年少。娘子，我对你是一片真情，怎么会对那种荡妇动心？你怎么就不信我了？那女子不知廉耻，你以后少去见她。不行，避之不及，早会相见。尝尝，啊，别生气。夫人还没动筷呢，等吃完了再来收拾。这一下来越发没有规矩了，别生气啊。你去看看。谁啊？琉璃亭刘先生。这又是谁呀？都到家里来了。我也不认识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做什么？哎，味道还挺好的。琉璃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息怒，我当真不知此女是谁啊。